大家好，我係 TCL K-Train 大師，歡迎嚟到講之講第10集。我今日會介紹嘅係東鐵線由1910年至2000年嘅歷史。東鐵線代表色為淺藍色，於1910年10月1日通車，全長45.8公里，為香港首條通車嘅重型鐵路。東鐵線來往金鐘及羅湖或落馬洲，途經會展、紅磡、旺角東、九龍塘、大圍、沙田、火炭或馬場、大學、大埔墟、太和、粉嶺同上水。現時東鐵線主要用車係37列韓製現代列車。呢條線自戰後起，成為九龍市區往返新界東北及往返中國大陸嘅重要交通，故此需求極大。而隨住沙田、大埔及北區嘅新市鎮發展，呢條線可謂係該區居民嘅重要交通工具。加上過境旅客日漸上升，故沙甸魚現象喺呢條線裏見不鮮。九廣鐵路英段始於原來嘅九廣鐵路，並係其中嘅一部分。早於1864年，英國鐵路工程師麥丹諾·史蒂文森首先提出興建一條連接香港及中國內地鐵路嘅構思，可惜當時並未獲得北京嘅清政府同及喺香港嘅主要商家支持。直到1890年代，香港同中國內地尤其廣州嘅貿易同交流越趨頻繁，加上歐洲列強擴展喺華嘅勢力，令呢個構思再次重提。1899年，清政府同英國議定修建九廣鐵路。自1905年9月立法局通過興建九廣鐵路之後，英國喺1907年恢復九廣鐵路嘅興建計劃。1907年7月，九廣鐵路香港段率先展開工程，而廣東段則喺1909年動工。香港境內嘅路段，九廣鐵路英段屬英方建造、管理及營運，而由深圳起到廣州嘅一段，九廣鐵路華段係由中方建造、管理及營運。華段線路喺1949年改稱廣深鐵路。九廣鐵路英段鐵路喺1910年10月1日通車，由九廣鐵路局管理。通車初期車站包括九龍臨時車站、紅磡臨時車站、油麻地車站、沙田車站、大埔車站、大埔墟車站、粉嶺車站及羅湖臨時車站。當時為單線鐵路。通車初期，九廣鐵路每日嚟回合共只有13班列車。當中由九龍前往廣州快車嘅行車時間係4小時19分鐘。1913年，大埔墟站改為正式車站。1914年3月1日，九龍車站正式動工，成個車站亦喺1916年3月28日全面啟用。1921年6月13日，紅磡臨時車站停用。1930年5月16日，九廣鐵路英段增設上水車站。1941年12月8日，日軍南侵香港，英方撤軍時，由一列運送炸藥嘅火車埋下炸藥，將大部分橋樑及大埔隧道、筆架山隧道炸毀。日方喺1944年1月8日完成修理整段九廣鐵路，重新復辦來往九龍及廣州嘅直通車。1945年戰後，英國重新接管香港，當時九廣鐵路嘅情況相當殘破。英軍最初負起修復鐵路嘅責任，並從英國訂購12輛蒸汽機車，喺1946年至1947年抵港。1954年，九廣鐵路局決定引入柴油內燃機車，直至1962年9月2日，柴油機車全面取代燃煤發動嘅蒸汽火車頭，九廣鐵路英段正式邁向柴油火車年代。1956年9月24日，馬料水車站啟用。配合香港中文大學成立，馬料水車站喺1966年12月11日改名為大學車站。同年，大埔車站亦改稱大埔滘車站。1969年1月1日，油麻地車站改稱旺角車站。1973年，九廣鐵路局耗資4億港元展開英段雙軌化工程，向日本近畿車輛購買40輛客車，以提升運載量，同時將九龍總站由尖沙咀海旁遷至紅磡。全新九龍車站喺1975年11月30日開幕。至於尖沙咀火車站喺1978年6月7日拆除，只保留鐘樓。九廣鐵路局喺1978年耗資35億港元，為英段進行全線現代化及電氣化計劃。配合沙田馬場開幕，馬場車站喺1978年10月7日啟用，
以配合沙田馬場開幕。全新電氣化火車喺1981年至1982年間陸續運抵本港。為咗配合新列車，多個車站亦進行全面改建。1981年4月26日，雙軌設計嘅新北假山隧道正式啟用，九龍至沙田之間嘅九廣鐵路英段亦喺4月27日開始雙軌行車，舊北假山隧道內嘅路軌則被拆除，改為供水隧道。1983年7月15日，九廣鐵路英段全線電氣化工程正式完成。1個月後，九廣鐵路英段增設大圍臨時車站，而火炭車站喺1985年2月15日啟用。1986年4月23日，新落成嘅大圍車站啟用。1987年1月15日，羅湖車站亦完成重建工程。1989年5月9日，九廣鐵路英段增設太和車站。1996年，九廣鐵路公司將原有近郊規格嘅電氣化火車翻新成中期翻新列車。九鐵公司為咗清楚劃分現有九廣鐵路及將來西部走廊兩種服務，喺同年將九廣鐵路英段改名為九廣東鐵，九龍車站亦改稱紅磡車站。喺鐵路發展策略2000下，東鐵邁進千禧年代後屢次擴展，並喺2001年引入8抽共96卡 SP1900 型列車，以擴充東鐵車隊及應付未來新增班次，提升乘客量。今日東鐵線第一部分的介紹就完到這裏，下集我會講東鐵線第二部分，未完待續。